係同個地方直接同官方同呢啲，所以呢個好貴，因為好難抽，好多直接。全國唯一一個冇停嘅省份啊！於是佢哋近年咧都係重重大山裏邊咧起咗接近3萬座橋啊！好多就係一萬。除咗數目眾多之外咧，技術方面都不斷刷新世界第一。於是乎有人話今時今日嘅貴州係世界橋梁嘅博物館啊！佢出咗咁多大牌咧，每一版都有呢啲咁嘅。我真係有喎，不是。雙倍啊！全世界最高嘅位置嘅高塔橋叫做平塘大橋，又名天空之橋啊！呢座橋座高332米啦，亦都係足足有成即係你連嗰個係門嘅咧，嗰個係冷門咧，全部都啊！話喺貴州起橋係對人類工程智慧嘅終極考驗，因為貴州係典型嘅喀斯特地貌，遍佈風wow，全部都100幾個，見唔到啊！全部都100幾，至少啲100幾以上。超凡嘅地質勘探同災害規避能力，標價呢個亦都係點解貴州會被稱為哇！至少都100幾以上。因為呢個建築橋都係克服極端自然環境嘅嶄新方案。黃軒係平塘大橋嘅總工程師，佢話呢座橋橫跨咗貴州黔南平塘縣嘅長度和大峽谷，佢話呢度居民要繞行山谷個幾鐘先可以走到大山。天空之橋嚟到之後，車程就縮短至2分鐘。我全部都100幾啊！全部，反正你抽到呢個，反正你抽到呢嚿嘢咧，已經值100蚊。但係如果睇下，如果9月或者係哪吒嘅話咧，會值100蚊。哇！這個100蚊。這個概念等於是110乘9的高度。哇！這座橋是2016年開始建的，對吧？哇！值100蚊。哎，你看建起來是肯定是有困難，就在天山的中間哦。在原來可以用的。因為我成日都鋪啊，我成日都鋪，我成日俾佢。佢日日都買呢個，佢嗰年都係即係開嘅。我買啲食物。我話我都冇買，我可能買咗嚟話。買呢個係好新潮，呢個係之前。喺深谷之中，經常掛喺突如其來嘅強技外衝，而傳統嘅大型整橋裝備又派唔上用場，於是貴州嘅工程團隊就發明咗多個秘密武器，例如飛艇拋送先導索、橋鏈吊機原地拼裝等等。呢啲自創嘅空中造橋技術，當橋隊克服咗精度極高嘅大橋構件拼接工程，所以黃軒話喺貴州起橋就等於係特種兵喺山地作戰。啱啱買過啦，啱啱平時即係咧，我買咗6年，買咗6件套咯。哦，3蚊港幣。我會平時。係咪送睇過哪裡可以過呀？呢一座天星絲橋最終獲得咗國際橋梁大會 IBC 嘅2020年古斯塔夫林德薩爾獎。呢個獎係表揚喺橋梁工程展現出技術創新、材料突破、委託價值同環境友好嘅傑出項目，被譽為橋梁界嘅諾貝爾獎。另外，天空絲橋仲獲得國際諮詢工程師聯合會 FIDIC 嘅2021年優秀獎，以及國際橋梁與結構工程協會 IATC 嘅2022年最佳基礎設施獎，堪稱係獲得咗國際橋梁工程項目嘅大滿貫。唔係，你記得上次你都有喺天空絲橋嘅觀景台上面，都係一個寫生團去買嘅喎。你好，我看一下你孩子過來畫橋哦。你們哪裡來的？北京過來，為什麼要從北京過來呢？嗰個買嗰3包咧，即係1套嘅，即係呢個我就冇。即係仲買咗嚿好似係，即係
平塘大橋設計仲加上一種叫團旅融合嘅概念，旅客喺過橋之後可以留喺度體驗林林總總嘅設施，為當地交通經濟增加經濟收入。是的，我们四间房都可以看得到，都有这个小阳台，非常的惬意。但我知道你们贵州这里推动的很成功的就是那个桥融合嘛。是的，天空桥服务区呢也是贵州第一个桥融合，去把各个大桥变成景观，同时给大家提供一个观景平台。我们这个酒店也是大家这个游客来了之后，打卡拍照的一个交通工具。交通服务呢，会有很多的配套设施，还有桥上科普馆，还有很多的车营地。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夜幕黑天下，清晨阳光刺日里。晚上的时候没有光污染，看起来非常漂亮。然后早晨起来的时候，桥面以下会有一层云海，非常的漂亮，像河流涌动一样。直接实际了，对那个东西也是用巴西的地，然后还有真的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一，在2021年的时候，已经是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的4倍之多了。所以说我们的基建黄河出口不是白叫的。光師傅，因為新出嘅。咁我哋睇另一條著名嘅貴州大橋叫做花園道大橋，佢咧仲攞個橋梁界諾貝爾獎嘅。花園道大橋係貴州橋梁博物館嘅另一經典之作，亦係中國甚至世界橋梁史上極富原創性同環保意義嘅一座橋。梁洪波就係呢座橋嘅總設計師。佢話花園道大橋本身其實係一條90年嘅舊福路橋。萬壽的那個什麼這個經濟的發展，好舊啊！這個貨仔越來越多，這個老橋就不能吸引這種新的發展，所以就需要重建這個新的橋。跟住變翻條片咯，係啊，就係嗰個我幫你收到。我哋問題就嚟啦。它就建新的這種方式，常規的方式，但是我們這個環渡橋呢，在我們這個我睇到咧，我數過，只係人哋買咗兩個。放下來了，就污染環境了，是吧？所以我們要變拆變建，我們就用老橋把新橋建了，我們用新橋把老橋建了。明知道。這個工序是設計的方式。其他即係嗰啲設計話嗰啲咧咁細包嘢都30。楊洪波同團隊經過反覆思考計算，最終發明咗一個全新嘅方法，可以比喻為係一個橋梁外科手術，應該廿八，應該20個體系嘅轉換。我們這個新的這個工是在工廠裡面分段制作的，就通過老橋的橋面運到這個工地上，然後就通過我們的一個打石料，是把這個新的這個工建出來，建好這個新的工之後，我們就中間拉手吊索，它這個黑色吊索，把老橋給吊索，完了吊索之後，就慢慢的就通過從中間開始了，就慢慢的拆。佢哋利用呢一種自創嘅橋梁外科手術，起好咗新橋嘅鋼管拱立，新嘅拱立可以形成極高嘅支撐力，令新橋嘅結構包住舊橋，跟住就根橋脫殼，透過精密嘅鋼爪同超聲頂系統，將舊橋嘅斷接移動替換。成個過程冇造成任何爆破震動，亦都冇產生任何建築廢料。怎麼可以做得到這些塵啊、污染啊都沒有呢？它是主要是通過一種我們叫水鋸，就把這個橋啊像剪紙一樣快的剪出來了，切好之後，然後把這個東西然後放在這個綠就行了。然後下面我就通過一些工法，工作把這些要交代怎樣去把工作，就這個把這些都給它刪掉。您說邊拆邊建，其實這個是大膽方向。
公司这种头脑风暴之后，就选定了新的这个方案，实现了旧条件新动，然后新动才旧条的这么一个创新理念。最終花園道大橋喺2021年擊敗咗全球眾多項目，榮獲國際橋梁大會 IBC 頒發被譽為橋梁界諾貝爾獎嘅古斯塔夫林德薩爾獎。楊洪波話：多年嚟貴州工匠都係憑住窮則變、變則通嘅精神，令到將原本地無3里平嘅險峻山區變成四通八達嘅高速平原。貴州的話，以前的交通是很不便利的，以前窮的時候，有人不敢想象。呢啲塵嚟嘅。然后再慢的这个钢桥，然后我们的钢的材料，以前我们炼钢的水平达不到，就是进口的钢，就渐渐的他们就期盼出了我们中国自己的桥梁用钢，包括一些我们的这種塔吊啊、泵車呀，甚至所有成套設備，中國已經都能夠製造，而且能夠製造出領先的產品。通過了幾十年的努力吧，我們不只是像叫高速能源，相當於是通過高速把我們這些山全部串聯起來，形成了一個高速能源。這個普通的人大眾啊，得到了發展實在的實惠。唔緊要，我們我唔 care，反正已經試過好多次，路也好，橋也好，是有特殊感情的。我們也希望就是能夠參與其中，貢獻一份8車標準。